好啦，第30題咧就問你啊，過度使用殺蟲劑啊 pesticide 啊，可能造成啲咩後果咧？咁3個 option 嘅，咁我哋睇睇啦。第一個 option 啦，土壤污染 soil contamination，咁都好合邏輯啊！你一個嘅土地，你狂咁噴啲化學品，狂咁噴啲殺蟲劑，佢唔污染至奇啦，係咪先？呢個一個好自然嘅答案，一定係啱嘅。二啦，河流富氧化 river eutrophication 啊，咁簡單嚟講就係啦，個河流咧會有太多嘅營養，而去促成咗一啲嘅藻類嘅滋生。二啱唔啱咧？如果你覺得二係啱嘅話咧，咁你分分鐘你係撈亂咗殺蟲劑 pesticide 同埋肥料 fertilizer 嘅分別啦，因為 fertilizer 肥料係會令到河流富氧化嘅，因為肥料有好多養分啊嘛，但係殺蟲劑本身係冇乜養分嘅，咁就係話殺蟲劑係唔會導致到河流富氧化㗎，二係錯嘅。好啦，一係啱，二係錯，我哋睇埋3啦。嚴重嘅蟲害 severe pest problem。殺蟲劑會唔會導致嚴重嘅蟲害咧？聽上去好反邏輯喎，咁但係實際上係會㗎，因為你過度使用殺蟲劑，只會令到害蟲適應咗殺蟲劑，反而令到殺蟲劑喺將來對啲蟲無效。長遠嚟講，反而會導致到更加嚴重嘅蟲害 more severe pest problem。所以3係啱嘅，一係啱，二係錯，3係啱嘅情況下咧，答案就係 B for boy 啦。